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黃飛鴻、賭神，邊一部係你嘅摯愛電影？香港嘅電影其實係非常之出名嘅，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復刻咗一個微型嘅電影院喺度嘅，滿座㗎。我哋嘅電影好個票房好好嘅呢一度。1980年代以嚟，香港經濟騰飛，資本湧入，電影業百花齊放，武打片、警匪片、僵屍片、無厘頭喜劇等等。電影明星如周潤發、王祖賢、林青霞、周星馳、張國榮、成龍等人更加一度風靡全球。港產片唔單止可以正面抗衡荷里活，亦都成為華人文化乃至亞洲文化嘅重要符號。咁我哋正正咧係攞咗唔同年代嘅電影，透過電影係將香港嘅衣食住行各方面咧係話俾觀眾知。咁所以咧亦都係透過電影本身呢個已經係一個香港歷史重要嘅一個社會生活元素，再去介紹翻香港衣食住行嘅歷史，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好緊扣嘅一個展現手法。觀眾可以喺處睇啦，譬如有人靠衣裝就係講衣，民以食為天就係講食啦，何處為吾家就係講緊個居住環境，飛天遁地香港遊就係講緊交通。其實呢4個主題呢，係分別我哋係揀選咗唔同嘅電影裏邊嘅片段，去反映翻呢4個主題嘅內容㗎。如果想通過電影了解香港歷史，不妨把握時機嚟歷史博物館嘅電影院，體驗港產片魅力，仲可以同自己中意嘅電影海報合影添。